来看经济部甲农委会最近预告，要甲渔田共生区内底一寡长期爬远的渔园设做绿能发展区哦。也毋过学者质疑政府无具体规划，农村代表嘛正烦恼讲，若是无完整的规划，对农民农业会造成伤害。 透过空中的镜头看七股沿海过去一望无际的养殖渔园啊，即马拢四界有太阳能光电板砍掉的。为着要取得更较侪土地发展光电，最近内政部有个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规则，拍算划设绿能发展区，只要伫区内推动光电，无受到660平方公尺的限制。但免怎选址如何监督，学者讲政府根本无讲清楚。我们只看到绿能发展区。 要透过修法大开后门，变成一种空白授权的做法。我想这样子呢，合理吗？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合理。 目前传出要离地地热的地区，佮有渔田共生区内底非养殖专区，而且长期弃养的渔园啊，其中免怎定义地地热呢？农村代表表示，农地只要种会出农产品，就无存在地地热的问题。若佮有农业生产的土地硬行划入专区，主管机关毋是农政单位，安尼根本是咧放生原意种植的农民。你形同把这里面的这些真正有高度意愿务农的这些农民给放生啊！ 而且你等于是惩罚了这些有高度意愿，就是做务农使用的这些农民。而在学者、农村代表佮团团共同呼吁内政部渐慢来推动绿能发展区。那一直以经济产值来计算，恐惊所有的赤仔田拢要变成低地热的地区，互光电板来取代。环保团体表示，有传言内政部要渐慢公告，不过到截稿进前，也无法度取得内政部的回应。记者林仁明、夏基文台北报道。